冇氣啦，弊死人啦！唉 Hello，今日嚟上自由潛水 AIDA 嘅第一日課程，簽完生死狀就準備上堂。理論課會學習關於自由潛水嘅物理學同生理學，一睇我就知就係乖學生，上課上得幾認真。佢就係今次我潛水導師，嚟自墨西哥嘅 Adrian。Free diving 嘅重點技巧有呼吸運用同埋反壓。呢幾年疏於運動啊，所以對於自己嘅閉氣咧相對冇乜信心。上晝上完陸上嘅理論課，休息一陣，下晝會有靜態水域訓練。非常認真咁做我閉氣前嘅最後呼吸動作。剪片嘅時候先發現，原來 Adrian 喺鏡頭背後咁搞笑。我諗佢呢啲肢體動作意思真係讚揚我係一個難得一見嘅學武奇才。確保自身安全嘅情況下，同時都要學識拯救嘅動作。對我嚟講比較新奇，就係自由潛嘅人工呼吸係口對鼻，唔係傳統嘅口對口。落堂前，我哋做最後一次嘅 dynamic 動態平潛。我哋會喺靜態嘅泳池着長蛙鞋，先做一個 duck dive 鴨仔式落水，直過入水後，透過蛙鞋帶動向前平浮。重點係對準中線同埋保持流線型。準備到25米，見到 T 字位預留1米空間，準備轉身同埋蹬邊。我今次嘅蹬邊有啲過分用力，所以有少少泄咗道氣。然後繼續一直潛，教練俾我哋目標就係40米，即係我哋而家望到嘅藍色圓帶。不過作為過氣運動員嘅我，唔甘於淨係得40米，所以想挑戰50米。頂住，最後1米就嚟到啦！順利完成，教練同同學都讚好啊！等我即刻補翻幾啖氣先，調氣順翻啦！大家記得 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我哋聽日見。